忘掉，忘掉，这个，好来，哦，哦，台语哦，啊，台语吼，啊，地足多哦，诶，光地片，光地片，哦，光得片，光地片，哦，光得光得片，哦，确定哦，老师。确定？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光得片？那这是哦，你忘足久哦，忘了2点外钟啊，都讲袂出来。加钱哦。我袂晓讲啦。但是你知影啥位？西迪亚，是的啊，加啊，就是台语呢。西迪西迪亚，确定？西迪亚，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西迪亚？西迪啊，那这嘛对。这种物件吼是新的物件啦吼。是，是，啊，咱一般来讲拄到这吼，咱拿照字落去念就好。哦，啊，不过照字吼，咱有一个一般来讲有这个规则，就是讲，我囡仔时代吼，天顶有咧飞迄种飞碟啊，对，哦，啊，人个讲就叫做飞碟，碟袂去叫做飞碟，哦叫做飞碟。这什么？这什么道理？就讲咱照字落去念的是念伊的文读音。哦，啊，这个字吼，咱会讲公碟，公碟，